虽然是这个工艺都消失，不过现在我们可以把它复兴起来。下一张，好，下一张，好，下一张，下一张，就是用这样的方法啊，记录的方法，常常到现在为止，我们的事务所团队有15个人，哦，都要开写写成傻写了，他起码已经15个人，啊，那现在我的事务所的业务我已经扩充，只要高铁沿线啊，日生活圈，从新竹到高雄，还有跨海到金门都有业务。可是我的基地还是在台南。下一张，就是不断的做这样子的记录，小空间的记录，啊，会发现说先民的智慧如何运用先民的有趣的，比如洗衣服的场所等等这些有趣的地方都记录下来。所以这个景观的设计就是从这些慢慢累积下来。下一张，下一张，下一张。好，像这些套题的图，这个是全那时候土沟村的规划图。下一张，下一张。好，现在我就要开始讲，花一点时间讲那个月经港。盐水月经风华再现，在95年的时候，刚才苏县长有提到，就城乡风貌竞争型计划，那时候提案。这个计划是全台湾的25个县市